各位網友早晨，嚟緊11月26號星期三，快活谷安排咗9場賽事，草地選用 C 跑道進行。頭場開波時間晚上6點40分。今集第一集我會先揀第二場賽事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二場第5班1650米，第一匹我喜歡8號貴福特馬房嘅快樂老窩。呢匹5歲澳洲自購新馬，血統出自 Deep Field， 香港好多同父馬噶啦，包括有旺旺星叻、奧華威威、熾烈神驅，至今出賽15場得5個第三。但係大家睇翻快樂老窩上一場11月12號快活谷 A 跑道好地5班1650米，潘頓騎127磅，排7檔起步。老窩係彩衣紅色衫黃色袖，排個7檔。老窩係彩衣啊，紅衫黃袖。出閘咧，見阿潘頓都係望咧，都準備留噶啦。慢慢咧，佢攝咗埋喺裏邊，跟住前面咧粉紅黑格仔衫嘅無極勇將。嗱，而家佢喺第4格咧，第9位嚟嘅呢度啊。前面方頭紅色衫啦，幸運福星嚟嘅，幾隻馬都搶噶啦。出邊黃黑大格衫咧，朗日雪峰啦，埋邊貼欄白色衫係極爽。中間仲有隻綠色衫嗰隻咧就碎炸嚟嘅，碎炸出邊啦，仲有隻紅色衫咧，有隻金金地色嘅鬃毛嗰隻啊，就勝在有型啊。貼欄第6位啦，就粉紅黑格仔衫咧，無極勇將。出邊黑衫咧，粉紅色袖嘅美麗歡星，中間夾住咗戴住個白色面箍，綠色衫領創動力。而家第9位咧，紅衫黃色袖咧，先就係呢隻快樂老窩嚟嘅。喺佢後邊一對灰馬，喺佢後邊嗰隻咧黃色斜間衫龍佑生啦，粉藍色衫行黃輕標，包咗尾咧黃衫黑色袖咧深藍色啦，和道威嚟嘅。嗱，今場步速咧頭2段快，第3段落山咧幸運福星就撳到好慢嘅。嗱，呢度勝負關鍵嚟嘅。你陣間睇下潘頓咧，就快樂老窩轉緊彎呢度咧，幸運福星唞順條氣啦，但係潘頓越褪越後。嗱，呢度見到啊，隻騎師要拉嘅啦已經，因為啲馬塞埋一堆啊。嗱，入到直路咧，潘頓揾位一流噶啦，話俾大家知。佢跟住前面無極勇將咧，一打眼色望一望隔離，即刻就抽頭出嚟，好搏命噶呢場，開個第2快末段。呢度23秒56啊，最快末段出邊23秒37嗰隻和道威。和道威仲慘咧，孭住個重磅喺後邊追上嚟。和道威都犀利噶嚇，其實但係直路咧唞順咗條氣啫，幸運福星你追佢唔到噶啦，連無極勇將都追佢唔到係咪啊？但係無極勇將上個禮拜3就搞掂翻噶啦。我睇翻條片真係，如果唔係轉彎嗰度咧，佢困咗喺裏邊咧，有辣有唔辣啦，喺裏邊佢就慳位嘅係咪啊？但係追翻上嚟呢段咧好勁噶，追唔到有啲可惜嘅。復課影咗2課神操狀態俾大家睇下嘅。影咗2課，23號因為未有片啊，大家都係正常課期嚟噶啦。但係多數馬都跳埋23嘅。隻馬咧放鬆。今次咧阿福哥幫佢加個頭罩俾佢話，等佢再規矩啲啦，乖啲啦。隻馬其實入咗局噶啦，近呢幾場都跑得好噶啦，應該就向上嚟睇咯。首選我中意呢隻嘅。第2匹喜歡7號蘇偉賢馬房嘅紅當當，呢匹7歲澳洲自購新馬，血統出自 Aston， 香港同父馬有獨步天下，至今出賽18場得1冠1亞2季。但係大家睇翻紅當當上場賽事，11月9號沙田私家3跑道5班1600米好地，金城江騎129磅，排11檔起步。紅色衫戴住個白色眼罩嗰隻係佢啦，排11檔紅衫戴住個白色眼罩，出閘咧都好順利嘅。你見到金城江咧一路望去內側去揾位攝嘅諗住，但係啲馬咧都有步速啦，走上去咧，慢慢佢褪咗落尾4，都係最理想嘅位置嚟噶啦。拍住藍色直間衫咧，白帽嘅銳一喺個尾4嗰度。前面方頭啦，白色袖啦，粉紅斜間衫不加外求。拍住出邊黑衫紅帽咧，宇宙之光，再跟住出邊有隻白色眼罩藍衫粉紅色就留唔到常常感恩啊！第4、5位一對啦，貼欄綠色衫咧就進彩飛馳啦，隔離灰馬仔啦，黃衫紅就進先生，出邊第3貼橙色衫仲有隻悠悠乾坤嘅，中間夾住隻黑衫粉紅色就嘅灰馬啦，就美麗多型嚟嘅，貼欄橙色衫第7、8位之間就桃花多，後邊又一對啦。貼欄藍衫黃就戴住個藍色眼罩小神仙，拍住出邊黃衫跟前咗呢個江南勝，
咁啊，紅色衫咧紅當當咧呢個時候就拍住隔離藍色直間衫白帽咧就銳一咧開始發力㗎啦，已經俾緊㗎啦。後邊包尾一對嘅仍然係紅色衫紅黃繽紛，同埋呢隻白衫粉紅色帽嗰隻咧極速之子嚟嘅。今場頭3段步速1分11秒96，比標準時間慢咗半秒㗎。其實佢喺後邊都幾慘㗎，就追住前面黃色衫啦，咁啊江南城一齊搶啦，咁啊後勁強又跟前咗隻灰馬咧，黃衫啊紅色就而家第3格嗰隻咧，進先生依家打緊衝鋒。嗱，其實佢呢度開緊最快末段，由個包尾4咧一路冚上嚟，3隻馬鬥到難分難解嘅。咁啊終點前咧，因為慢步速啊，走先啊有後勁嘅進先生啊捱到咗，佢咧其實追翻，你唔好睇佢追個零身位啊。慢步速佢要追個零身位，追過隻江南城唔係咁容易噶，所以隻馬咧確認隻馬真係進步啊！今個9月14日跑第1場，隔咗半個月再跑，由第4名變第3，咁今次咧唞咗個零月，再多一個禮拜，5個禮拜到啦，再進一步，咁啊今次跑第2啦，睇下神操狀態。嗱，跑完冇耐，淨係跳呢2課，好靚啊！其實呢啲狀態，各位大馬輕身放鬆。咁啊，睇呢馬咁耐咧，係呢一期最靚噶啦。咁呢啲馬咧，佢始終即係啲腳有啲事咧，佢跑唔得多噶啦。有機會咧都盡量即係搏得就搏噶啦。咁啊，今次再跑翻快活谷咧，雖然係少跑啦嚇，咁我覺得佢都應付到嘅應該。第3匹喜歡3號丁冠豪馬房嘅同德威，呢匹4歲愛爾蘭自購新馬，血統出自 Ribchester。香港同父馬包括有榮耀掌聲、一定超、爭旺，至今出賽14場得2個冠軍。但係大家睇翻同德威上一場賽事，11月5號快活谷私家3跑道，好至快地4班1650米，楊明倫騎116磅，排6檔起步。咁啊，黃色衫藍色眼罩嘅就係佢啦。排個6檔黃衫藍色眼罩嗱，出閘咧佢都係順住佢走啦。咁啊，楊明倫咧騎馬就一流噶啦，呢個騎師啊。咁啊，出邊有幾隻搶喎，唔知點解喎。黑衫白袖競進勇士啊，初跑咗650米都係咁喺度搶。咁啊，第2位粉紅色衫啊龍之邦啦，2隻馬都燒得幾快噶。咁啊喺呢同德威後邊啦，有隻白藍色橫間衫貼欄咧沙張奇星，拍住隔離咧深藍衫粉藍色就街福區，再跟住後邊出邊啦黃帽嘅，咁啊紅色橫間衫啊仗義啦，仗義拍住隔離咧黃衫藍色就和道威，後邊一對啦紅衫黃帽貼欄嗰隻咧就長勝將軍，拍住隔離阿妹啊藍衫白色就係卓越前鋒，尾3啊又係藍色衫帶住個白色面箍嘅始終如一，尾2咧就湖水藍衫橙色就加州得力，包尾啊灰馬仔啦。黃衫粉藍色就康昌之星，嗱你見啲馬拉到咁開咧，前面3隻真係搞事嘅。咁啊呢一隻咧同德威跟住個第3位咧，呢度跟到氣咳啊！頭3段步速啊快到離晒譜嘅，呢場馬話俾大家知，第1段比標準時間快7線3，第2段快咗1秒2嘅。嗱落山呢度就回氣啦，慢翻9線嘅，入到直路又拱過噶，翻到嚟咧總時間啊！比標準時間1分39秒28啊，比標準時間快咗1秒12線。同德威咧，其實呢度係快步速受害者嚟嘅。佢居然咧，你嘅楊明倫嗱呢騎師真係個態度一流嘅。其實佢已經係蝕底晒啦，但係佢冇放棄，佢當隻馬仲係有機會騎嘅。嗱，同佢喺前面燒嗰啲馬咧散晒㗎啦已經。嗱，佢翻到嚟咧仲頂住阿和道威同隻街福區。咁啊呢場馬第2次跑啊！其實佢咧呢場11月5號啊嘛，佢9月28先初出沙田1200米嘅，田泰安騎嗰場又係混吉嘅啫。咁啊減多佢2分咧，今場41分再輸咧，今次就減多2分可以落5班作賽啦。咁啊同德威上季跑9場評分由季初64分減到季尾47分，暑期評分調整係再獲減4分去到43啊。今季跑2場落5班跑有啲優勢噶啦，其實。嗱，復課佢跳咗3課噶，隻馬都幾放鬆咧，慢慢都投入噶。咁啊14、19、23號拍跳啊未有片嘅。咁呢一馬咧，其實佢係新馬贏過2場咧，就早插班64分插入班咧，可能就係因為高分得滯咧，隻馬個進度配合唔到啊，就影響佢嘅成就咯。咁依家1季之後咧，而家回落翻狀態又嚟得靚，落5班，今次可以睺下佢嘅。好快又同大家分享完第2場賽事嘅形勢，大家再做功課，我哋下一集再研究其他場次。
今集講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啦，拜拜。